中国快艇事件死亡的2个渔民，因的家属暂时去金门处理后事，也毋过遗体还未火化，家属嘛无去发挥。根据了解，因为家属无摕到执法的影像，对验尸的结果有疑虑。金门地检署嘛证实讲，海巡队并无专程录影。海巡署是表示讲，船顶并无录影的装备，嘛承认讲伫过程中双方的船有泄露。中国籍快艇定伫金门海峡冰船，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。家属立即去金门处理后事了后，也毋过因为家属也无考虑到敢是要提告，也对相验结果有疑虑，一直到2日早起，由原无火化遗体，家属也无出现伫头七发会。不答应要做这个动作，就目前来讲说，他就是战冰存，然后不得火化。家属还在做最后的决定，衷心期盼家属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法会，以人道关怀为优先其他的干扰因素能够先暂时抛开。根据了解，渔人船员家属存疑，都是因为无看到咱国专程执法影像。那金门地检署20暗证实，海巡队伫追缉的过程中依超高速行驶，所以未符提出搜证器材。勘验结果确实发现，这个巡防艇上面它没有装设固定的录影监视器材。这2个人也都表示说，对海巡队的执法程序并没有意见。因该艘陆船蛇形巨舰逃逸，于 CP-1动5艇船首迂回航行，在高速追逐状态下，船身多次接触，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。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，致该名负责搜证同仁未及拿取搜证器材进行搜证。海巡署说明，新造的 CP 多功能艇因为空间矮，无安装艇外录影装备，拢需要靠队员手动搜证，搁承认双方船身捌发生烧弄。因为进前海巡无提起坠落的过程有烧弄的代志，互外界质疑稳定正常。对此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伫面前发声，澄清海巡说明的方式是基于日常的经验，强调无稳定的动机。那伊家己2天前捌讲过，本案受第3人责任险的保障，也就是已经证明有烧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